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謝上帝恩典，讓咱佇過年要休困前的最後一個主日，咱做伙佇遮來敬拜上帝。當咱回顧過去的一年，有平安，也有煩惱；有喜樂，也有流目屎；有豐盛，也有欠缺。總是無論咱經歷過啥物，今仔日咱會當自執佇禮拜堂敬拜上帝時，咱攏愛來祝福咱身軀邊的人，甲你身軀邊的人講：上帝恩典攏無離開你。咱做伙來祈禱，聽完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謝你，因為你的恩典攏無離開阮。阮為着過去的一年獻上感恩，也為着新來一年要拜禮。主啊，阮即時要將家己交佇你的手，懇求你的信心做工佇阮的中間，互阮無論講的、聽的，攏會當得到幫助。阮的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在面對未來的舊曆新年，相信大部分的人對新的一年攏抱着儕儕期待，同時也會抱着儕儕不安。因為過去的一年，咱的國際局勢的緊張，美國關稅的問題，和台灣的經濟充滿着無確定性。國家上真儕國家的戰爭，逐所在的地動，甲儕儕傳染病等等，互人的心不安。佇國內，咱面對中國的威脅、利誘甲滲透，造成台灣社會的分裂、政黨的對立，甚至立法院的亂象，也造成咱國家制度運作的停止，互儕儕人感覺野心甲無力。佇個人方面，咱面對未來，也為着工作的無確定、家庭的挑戰、健康或者是對未來來煩惱。佇這人生的轉折點頂懸，互咱轉到出埃及記16章，以色列人因離開埃及，進入曠野的故事來看因，同時咱也來想咱家己。聖經甲咱講，這群以色列百姓，因才經歷過紅海的神蹟，滿心歡喜來脫離這個做奴隸的所在。總是一個月過了後，當因的食物漸漸減少無去，因頭前的道路也茫茫渺渺，因的喜樂真緊就互驚嚇煩惱來取代。出埃及記16章第20到第30節記載，因佇曠野佇遐埋怨摩西甲亞倫講，是要互阮所有的會眾攏學習是無？各位，這群以色列人的埋怨，毋是出於悖逆，是出於驚嚇，因為因驚。驚明仔載就要無米糧、無食物，因也驚上帝供應是毋是會停止啊？兄弟姊妹，無的確你我也當在經歷這款的曠野中，無確定是經濟壓力，還是健康的試煉，閣或者是人際互動的艱難。但是聖經有提醒咱，佇生命的曠野中，上帝無缺席；佇生命的困境中，上帝恩典反轉開始來顯明。今仔日，咱要對出埃及記16章，甲約翰福音第6章做伙來思考。上帝伊佇曠野授賜嗎哪，誠做生活的米糧。到耶穌基督，誠做咱生命中屬靈的米糧。面對新的一年，上帝愛咱做一擺來學習，會曉來信靠伊，也是希望每一天咱來領受伊新的恩典。親愛兄弟姊妹，互
互咱做伙來領受這位疼咱的上帝，安怎佇咱每一日的生命旅程中，無停止伊的供應甲養賜。第一，對天降落的雲頂。出埃及記16章第20到第40講，因佇遐埋怨摩西亞倫。上主對摩西講：我要對天落米糧互恁。當百姓的米糧要食了啊，因心中充滿着驚嚇的事。上帝卻溫柔回應因講：我要對天落米糧互恁。上帝無責備，也無氣煞因。上帝是主動供應來回應伊。兄弟姊妹，這就是上帝恩典的起點，不是因為以色列百姓因堪得到，這是因為上帝信實甲憐憫。各位，咱想象一下，佇曠野透早起床，當露水消散，地面上開始出現細細白白的物件。以色列百姓因為頭一擺看到這個物件，就感覺真稀奇，問講：這是啥物啊？這是啥物？這是啥物？希伯來文的發音接近慢，所以這個細細物件，後來咱攏稱作是嗎哪。因一邊哭，一邊講呀講。上帝真正聽見咱的呼求啊！上帝真正知影咱的需要啊！兄弟姊妹，同款，有時陣上帝也會佇咱的生命中安尼來行。伊的恩典有可能毋是啥物轟轟烈烈、啥物大神蹟，也是啥物大改變。上帝的恩典。可能是一句對別人的口中所講的充滿鼓勵的話，或者是別人一個拄拄啊好的一個幫讚，閣或者是一份你感受到迄個真實的平安等等，才會看作是平凡的經驗。其實，這是上帝所賞賜的嗎哪，是上帝溫柔的供應。總是上帝心意，毋那只是要飼飽以色列人的腹肚，上帝心意是望照着因每一日出去靠這個行動，來訓練以色列百姓學習專練來信靠這位帶領因出埃及的上帝。領受嗎哪是屬靈的功課，提醒咱。每一天我靠，每一天去經歷上帝新的恩典。這對天頂降落的米糧，其實嘛是一個預表。1000多年了後，耶穌伊對猶太人講：恁的祖先佇曠野食嗎哪，拄拄照聖經所記載，伊有將對天來的餅互恁食。耶穌甲因講。我實實在在甲恁講，毋是摩西將對天來的餅互恁，是我的爸將對天來真的餅互恁。原來曠野的嗎哪只是預表，真正對天來真的餅屬靈的米糧，就是耶穌基督本身。親愛兄弟姊妹。上帝毋那關心你的生活需要，伊閣較毋望你會當得到伊家己本身。伊要互你的，毋那只是恩典教養你用，伊要互你的是伊的同在，伊的生命，甲伊家己本身。第二，每日信靠的功課。出埃及記16章第19節到20節記載，摩西甲因講，毋通將村的老狗過早起。毋過有人毋聽摩西的話，
從村的老狗過早起，就西窗吵去，摩西就對因發生氣。上帝吩咐因每一天只會當去扣迄一天愛用的量，不准老狗過早起。各位，老狗過早起代表啥物？代表我靠家己的把握，毋是我靠上帝供應。各位，這毋單只是領取食物的規定，閣較是信心的操練。因為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攏是新的，袂當積住，只會當每一天來信靠。以色列人因想要為着明仔載備辦閣較濟，結果卻西窗吵氣，歹去啊！所以上帝愛伊明白，毋是靠着家己的手，咱會當去保存上帝的恩典，是要我靠上帝的信息，甲上帝及時的供應。今仔日，咱其實也親像當時的以色列人同款，咱生活佇充滿濟變化的時代，物價不斷的上漲，經濟也無穩定。健康的風險、退休的煩惱，所以咱就努力為着家己，要備辦閣較濟的保障，也就是備辦閣較濟的資財，閣較濟家己會當掌握的代誌，來增加家己閣較濟安全感。總是往往若是想要替家己備辦閣較濟保障，咱的心內就哪操煩，這就是現代人的瑪納焦慮症。佇聖經中的瑪納提醒咱，上帝的恩典袂通互人積住，只會當互人信靠。上帝的恩典袂通積住，只會當信靠。我認捌一位單親媽媽，伊為着要互家己的囝有一個真穩定的生活，所以伊日時上班，暗時也閣兼差 part time。伊生活非常辛苦，雖然伊非常努力，但是伊的心內總是充滿着煩惱，因為伊驚伊的錢無夠用，驚伊的囝兒生活有欠缺。直到有一擺，伊因為過頭辛苦破病來住院。佇住院的期間，伊看到醫工留落的福音單張的聖經，約翰福音第6章35節，耶穌講：“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餅，來我這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”伊看到這節聖經節，伊的目屎馬上連落來，伊就祈禱，甲上帝祈禱講：“主啊，赦免我的無信心，我想要成做我的囝的保護者、供應者。原來你才是阮真正的保護者、甲供應者。”當伊出院了後，伊猶原工作，猶原非常的打拼，但是伊的心內加了一份的實在甲平安，因為伊知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每一天攏會為因備辦夠用的恩典。親愛兄弟姊妹，真正的安全感，毋是在佇咱會當掠偌濟，會當備辦偌濟。真正的安全感，在佇咱是毋是有甲主結連。通過每一天的祈禱、讀聖經、交託主的事，咱就是在扣今仔日的嗎哪。每一擺咱選擇信靠上帝，毋是在操煩的事，咱就是在食生命的綿羊。第三，紀念上帝的信息，互恩典成做生命的記號。出埃及記16章32節講，摩西講：
上主安尼吩咐，就帶2公斤甜甜的嗎哪，留互恁的後代，互因看我帶恁出埃及的時，佇曠野互恁食的綿羊。亞倫就將一罐嗎哪甲約櫃放鬥陣，食做後代子孫的紀念。各位，這個動作毋是上帝愛摩西亞倫去保存食物的一個行為，這是要保存上見證上帝恩典的記號。這罐嗎哪是要保存見證上帝恩典的記號。聖經中記號攏是為着提醒、紀念甲傳承，親像彩虹，咱就知這是上帝的應允。包括這牛羔的血，也提醒咱上帝救恩甲恩典。約櫃中的嗎哪提醒咱上帝供應。每一個記號攏是在表達同一件代志，毋通袂記得上帝恩典，毋通袂記得上帝恩典。十字架甲聖餐也提醒咱，耶穌基督就是咱生命屬靈的綿羊。親像約翰福音第6章30講，因為上帝所賜的餅，就是對天降落來，賜活命予世間的。上帝知影，咱攏很容易健忘，當咱受無用、受忝、受痛苦，或者是當咱真順利的時，咱攏真容易袂記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上帝愛咱留落記號，互咱看到，就會當受到上帝的恩典甲同在。今仔日咱雖然無實體的嗎哪罐食做記號，但是咱會當佇生活中永遠留落上帝恩典記號的嗎哪罐。所以以下是牧師的建議：第一，咱會當寫感恩筆記簿，咱會當準備一個簿仔，迄個簿仔內底要創啥？逐禮拜至少一禮拜，咱記一件，逐工記是上好。若無一禮拜記一件，你佇生活中有體會到上帝的恩典。當你佇生命曠野的時，或者是到當年的年底時，咱拍開來回顧，通過感恩筆記本，看到你家己的嗎哪罐，來提醒家己，原來上帝及時供應的恩典，是不斷出現佇我的生活中。第二，祈禱記錄卡，咱當用一個卡片，也是細細的簿仔，寫落你的祈禱，記錄你的祈禱事項，甲上帝成就的時間，提醒咱家己，上帝一直佇我的生命中做工。第三，家庭的信仰記號，咱會當佇咱家己的厝的壁頂，或者是家己的書桌頭前，咱會當放經文視頻啊，還是講會當放一個十字架，來提醒家己甲全家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來宣告，我甲我的家，攏是屬佇耶和華上帝。第四，互家己食做信心的記號。兄弟姊妹，你本身佇生活中所經歷的恩典，當你願意選擇饒恕別人，甲你佇困境中，你會當領受迄個真實的平安，才會佇別人的眼中，這就是咱生命的德性甲信心的記號。親像保羅佇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20講，恁本身就是阮的推薦書，寫佇阮的心內，要互眾人知、眾人讀。這句話意思是講，
哥林多聖徒因生命的改變，就是使徒保羅因傳福音上好的證明甲推薦。無需要用嘴大聲宣發，人是看到哥林多聖徒生命真正的改變。也就是講，非基督徒毋是先聽到你在講信仰是安那，或者是講讀到聖經某一句話，伊才來認捌信仰。真濟時陣，非基督徒因是先讀到一個基督徒生命的美好見證，因才會對信仰有好感，而且願意來認捌。在台美關稅甲經貿談判中，有一個真重要的人物，楊珍妮姊妹，伊就是真好的例。因為佇規個9個月的談判過程中，當這個談判有好的成果的時，伊永遠保持低調，無手公路。這款的做法，予一位非基督徒的人，伊看到楊珍妮姊妹所信仰的上帝，而且伊佇伊家己的這個非基督徒的臉書頂懸安尼寫，伊講無宗教信仰的我，只是滿心感恩，虔誠祝禱，感謝上帝。台灣有你真好。伊講感謝上帝，台灣有楊珍妮真好。各位，楊珍妮姊妹，伊就親像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20節這節聖經上好的咧。伊在經歷9個月的規個談判的過程的壓力中，伊堅定點點啊倚靠對上帝來的智慧甲開展。甲因規個團隊來完成國家交託的使命，這就是伊的信心的記號，是互人看到、讀得出來的，誠做基督信仰美好的一個推薦書。親愛兄弟姊妹，上帝愛亞倫保存嗎哪，是要互後代子孫看見。同款，咱的生命記號也會當誠做咱的家族後代子孫的見證。當別人問你，當你拄到艱難、無容易的代志的時，為什麼你會當這麼啊平安、這麼啊穩定呢？你就會當回答講：因為上帝是我的供應者，伊捌佇我的曠野欠虧中。降落嗎哪，互我教用。兄弟姊妹，互咱保存這個穩定的記號。每一擺當咱的生命來面對高大欠虧時，但當拍開咱的屬靈嗎哪罐，你會發現上帝的穩定從來毋捌停止過。早佇地，現在佇地，將來也佇地上帝。伊過去有降落嗎哪，今仔日伊永遠要降嗎哪互咱，而且閣要用家己的性命繼續養飼帶領咱，互咱帶着紀念講新的穩定。親愛兄弟姊妹，咱就要進入農曆新年，也就是咱華人正港的新年，咱要繼續向前。來行頭前的路，無的確，咱永遠會拄着曠野，會拄着困境。愛記的，曠野正是上帝降落穩定的所在。上帝佇曠野降落嗎哪，提醒咱學習專人來信靠伊。同款，上帝授予耶穌基督，誠做咱生命的綿羊。在新的一年，互咱記牢3件代志。第一，愛記的，一切穩定的源頭攏是上帝。耶和華以勒的上帝對咱的生活需要的供應永遠無停止。第二，愛記的，每一天攏愛倚靠上帝，
毋通為着明仔載掛慮。相信上帝今仔日的恩典是夠贏咱用。第三，紀念上帝信實，讓每一屆經歷的恩典，攏成做咱面對未來的信心基礎。主耶穌講：“我就是予人得到活命的餅，來我這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”願咱佇新的一年，毋那只是祈求每一日得到曠野的美糧，是愛咱每一個人每一日都會當得到生命屬靈的美糧，也就是耶穌基督家己本身。最後，今仔日第三場，等下咱禮拜煞了後，咱就要召開一教會一年一擺的定期會員好會。佇過去的一年中，教會每一項事工、每一個服事、每一個小組團契、每一個聚會見證，其實這攏是上帝授賜予咱的教會嗎哪。咱來回顧事工，就是回顧上帝的恩典；咱回顧服事，就是咧算數上帝的信實。願咱佇會員好會中，咱毋那只是咧聽報告、看手冊，咱是要做伙來看見上帝佇過去的一年中，安怎帶領咱的教會，親像伊佇曠野帶領以色列人同款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互咱帶着信心甲感恩，做伙參加會員好會，做伙來紀念上帝伊佇咱的教會已經成就的事工，也將新的一年的計劃一切事工，攏來仰望上帝來成就。咱做伙來祈禱。聽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謝你帶領阮所行過的一年，無論阮行佇關山，還是山谷，豐富還是欠缺，歡喜還是流目屎，你的恩典攏無離開阮。感謝你佇阮的生命曠野中授賜嗎哪，當阮在掛慮、煩惱、驚嚇、軟弱，毋知要安怎的時，你猶原用你的慈愛、養賜、供應、保護阮。主啊，當阮行新的一年，祈求你教示阮每一工信靠你，毋是藉助你的恩典，毋是倚靠阮家己，是互阮每一日攏會當仰望你，領受你新的恩典、新的供應甲開力。願你的信實加做阮的記號，願阮的生命也加做你恩典的見證。主啊，我嘛祈求你帶領阮等的會員好會，互阮用感恩的眼光回顧過去，用信心的眼光來仰望未來，看見教會一切事工中攏有你的恩典、你的帶領，願一切榮耀攏歸乎你。願你感謝祈禱，靠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